来看即马什么物件拢会当诈骗，真正爱注意。台北1月12月初要办出口音乐节，最近所有诈骗集团伫面册社团发布要找人来斗相共的消息。高雄的跨年活动嘛有要印定工作人员的广告拢是诈骗。警方嘛提醒讲，这类的诈骗是要向民众提供银行的口座来假做诈骗的共犯，千万都唔通相信。 台北捷运主办台北出口音乐节12月初7起过，不过最近有南部民众发现，伫咧面册地方社团出现招财广告，讲要找工作人员，一工7点钟领2000，活动办伫台北，这招财地点锁伫咧台南的安平国中。 打电话去问学校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活动，学校是说经过调查，确实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活动啊。那端午节啊，什么划龙舟啊，应征什么志工啊，还有过年，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的活动都是配合实施，就是一些诈骗这样子。 实际去你面册看，已经有真侪民众留话变做诈骗目标。警方指出，这种诈骗手段主要是用高薪水、高福利来骗人的口座，甲因骗来钱转入去，佮摕出来，透过你的口座来洗钱，可能嘛会互你变做是诈骗共犯。诱使民众应征，进而诈骗被害人提供银行账户，借此转移诈骗赃款进行洗钱。呼吁民众应提高警觉。 另外，伫高雄嘛查到诈骗集团利用跨年活动的名义咧找工作人员，警察局是直接伫广告下卡留话，提醒民众莫互骗去。近来诈骗是愈来愈猖狂，警政署已经开设一个打诈机标板，公布各县市反诈骗的相关资料，提醒民众千万都要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